位伫台南永康永大路边仔的华轮溜冰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綽、立委林宜景甲侪位议员拢到场见证。请前场，我们华轮溜冰场正式启用，在我们各界贵宾大家众所期盼之下，这个场地为112开始动工，历经2冬外，市府经费为原本的6980万，到后面总共开了9481万。打造台南市的竞速溜冰培训基地，除了有户外200公尺抛物线赛道，赛道铺面材质也全面升级。这是非常昂贵的，而且设计是非常吸引全世界最新的，也是全台湾第一座合乎国际标准的这个滑轮场。所以我们希望用意是希望第一个培训最优秀的我们滑轮选手。那另外呢，也希望说，提供很多民众他可以让他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机会体验接触滑轮运动的这个项目，能够培养下一代的这个接班人。体育局表示，为着让赛道符合机台卡需求，经过教练以及选手的试用反馈意见，优化升级为国际标准比赛场地。112年全国运动会滑轮溜冰项目也将伫遮举办，到时欢迎市民朋友来为选手加油打气。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